林峰承認同吳千語拍拖。係啊，我覺得係咯，做翻一個男人應該要去應該做嘅嘢。拍咗幾耐啊？都一段日子嘅。都話你哋有嘢噶啦，你哋之前拍男人如衣服嗰陣已經全撻着，早排你開 show 佢捧場，仲對住阿千語 B B 唱 B B， 俾阿 K 玩。我唔知你 B B 有冇嚟咯。如果嚟咗，我會害羞啊。仲甜絲絲，感情穩定，所以尋日做勁歌金曲嘉賓，宣布戀情俾翻個名分人哋啊呢。之前咪又話咩又咩租屋又剩嗰呢啲嘢，同居。我覺得呢啲嘢係完全扭曲咗大家個印象。話保護女友，希望大家唔好戴有色眼鏡睇佢先公開，希望 fans 會支持啊！